呢度咧真係咧聞名不如見面嘅，即係我相就睇得多啦，但係嚟到呢度之後咧，就真係覺得咧真係好古羅馬，好有喺巴嗰個英國嘅巴嗰度咧嗰個 feel 啊，真係嗰個羅馬浴池。雖然呢個係載水庫嚟嘅，係攞嚟載水嘅，但係嗰種嘅圓拱嘅建築啊，同埋紅磚咧，真係有得媲美喺巴嗰啲建築物㗎。咁我都覺得不枉此行咯。咁同埋今次就咁多年嚟，我一直都未有機會嚟。咁而家真係真身嚟到親自睇過呢一度咧，就真係覺得咧，都冇白行嘅。記得喺上一集我都有同大家提及到，今次翻嚟香港旅遊探親，有兩個地方我係好想去嘅，一個就係上一集嘅牛棚藝術村，而另一個呢，就係今一集嘅深水埗配水庫。兩個地方都係同香港歷史有住深遠嘅關係。以前喺香港因為想快同埋方便，大部分時間出入都係搭地鐵，而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，今次我出入都盡量搭巴士，希望可以睇到多啲香港嘅街道。一路坐巴士就一路諗翻起以前喺香港嘅生活，以前嘅回憶都翻晒嚟。深水埗係每次我返嚟香港都必去嘅地方嚟嘅，因為每次都要添置啲電腦產品或者有關嘅設備。雖然每次都話行開深水埗就要去睇下呢個配水庫，但係每次都冇時間。今次真係的起心肝，專程去探訪一下。落咗巴士之後，揾到呢間聖方濟各小學，而呢間小學就係喺石硤尾街對面，就係石硤尾村。我哋可以沿住小學後邊小巴站一條斜路直上，就會揾到主教山嘅入口。其實一啲都唔難揾。咁咧，沿住頭先喺聖方濟各石硤尾村對住嗰個嘅斜路，就唔係好長嘅啫。嗰條斜路上到嚟呢度咧，就見到呢一個主教山呢個牌啦。咁由呢個牌行過去咧，你就會見到前面有一個更加細嘅指示牌咧，就寫到明咧，就係話呢一邊行呢一邊咧，就係去呢一個深水埗嘅配水庫。咁要俾啲腳骨力啦，因為咧成個新年咧我都冇乜點樣喐動。不過就算唔係新年，我都係冇乜點樣喐動。所以咧，希望呢條樓梯唔會太難行啦。咁我試下行快少少先。呢度少少呢一段路咧，我都已經有少少氣喘嘅感覺。咁咧，你唔會走錯路嘅，因為其實只係得一行樓梯嘅啫。加上沿途咧都會有啲指示牌嘅。繼續上。一路嚟到呢個分叉位，嗱又會見到有個指示牌啦，所以咧都幾清晰嘅。但係佢就冇講到底有幾長呢條路，咁就繼續上啦。好彩今日唔係好熱，同埋係陰天。如果唔係咧，就真係熱鬼死啊！我從來冇嚟過呢度啊！咁見到一個題字嘅石啦，呢度唔知會去邊，但係咧，我又見到個指示牌啦，所以基本上都好清晰嘅。繼續行。我都唔記得行咗幾多層樓啦。
大概5-6層樓咁高度啦。咁呢度開始係平路，又有指示話俾你聽係向呢個方向。好，經過呢一段平坦啲嘅路，咦，原來有上限人數，有人記住有幾多人入咗去喎，上限只係得100人，咁而家入邊已經有91人，可以入9個，所以我都好好彩，唔使等。希望唔好令我失望啦，我係希望係唔好咁商業，係盡量 keep 翻佢嘅原貌，係呢個係我心目中嘅配水庫嚟嘅。哦，好，而家行落去睇下先。咁你有冇諗過喺深水埗嘅地底，竟然藏住一座有120年歷史，仲有羅馬式拱頂設計嘅地下建築呢？呢個就係前深水埗配水庫，即係我哋依家身處嘅地方。佢一開始係俾人當水缸用噶，但係後來竟然差啲俾人拆咗。時間翻去1904年，當時嘅香港已經開始發展，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冇水飲。係啊，當年深水埗嘅人飲水係極唔方便嘅，成日要去水井或者屋企裝水桶，所以政府就喺呢度建咗個地下水庫，用嚟存水分發俾市民。喺英國統治香港期間，大量嘅基礎建設都係由英國工程師設計，並且參考歐洲傳統嘅做法，例如當時嘅灣仔郵政局、中環舊大會堂等等。而深水埗配水庫就係由英國工程師負責設計，採用佢哋熟悉嘅紅磚拱頂建築。呢一種嘅設計喺當時嘅歐洲已經非常成熟，係基於功能性而選擇呢一種拱頂嘅結構，而唔係單單為咗外觀㗎。呢一種設計可以提供強大嘅承重能力，節省建材，因為當時水泥未係主流建材，紅磚加石柱嘅組合更加經濟實用，而且耐用性強。後嚟隨住容量大超過10幾倍嘅石硤尾食水配水庫喺1970年投入服務，呢一個深水埗配水庫就喺同年正式停用。到咗2020年嘅某日，工人喺主教山準備興建水管房，點知一掘，咦？點解地下有拱頂嘅？再掘多幾下，哇，唔係啩？成座地下宮殿喺度，就係咁樣，成座藏咗超過100年嘅配水庫就係咁誤打誤撞俾人發現。但係當時政府一開始唔打算保留，話要直接拆咗佢，結果引發大量市民同埋歷史學者嘅反對，先至成功咁將佢保留翻嚟。咁而家又點算呢？其實呢度嘅拱頂有裂痕，地面又有好多拆卸時剩低嘅紅磚碎石，所以政府而家都喺度研究緊點樣鞏固結構，同時又保留歷史原貌。至於將來佢會變成咩呢？會有幾個方案嘅：一，將佢變成歷史博物館，俾公眾參觀，了解香港供水系統嘅歷史；二，變成展覽嘅空間，定期舉辦文化活動；三，索性開間地下咖啡，啱晒啲文青去打卡。咁你又覺得呢一座配水庫應該點樣活化呢？留言話我知啦。我知好多香港嘅朋友咧都已經嚟過晒呢一個嘅深水埗配水庫噶啦，咁但係咧就仍然有好多喺英國嘅香港朋友咧，佢未必有機會嚟，同埋就算如果即係有機會嚟香港咧，未必都抽到時間係嚟呢度，就好似 Jessica 咁幾年之後先識得嚟呢度。但係我覺得呢度真係即係幾值得嚟嘅一個地方嚟嘅。咁希望今集你哋都喜歡啦。咁同埋如果你喺英國嘅朋友，如果你都希望我即係去到邊都介紹多啲，即係同歷史性有關嘅
嘅地方啊、建築物啊，或者係啲古蹟啊咁樣，你哋都可以留言俾我㗎。咁我哋下次返英國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